韓國女裝向來都深受女士們嘅歡迎，而韓國男裝店嘅魅力喺港澳地區同樣有市場。簡約、時尚、街頭風等嘅穿搭選擇多樣，唔少男士成為忠粉。韓國男裝專賣店由網店起步，之後喺18年嘅暑假開設實體店，期間經過疫情嘅洗禮，經營百感交集。負責人何佩文話：未來希望闖線上渠道，開拓更多客源。建議從3方面突破，場景化內容升級，推出3分鐘型格改造短視頻，針對澳門青年職場、約會等需求展示穿搭技巧，聯成本地咖啡店、健身房製作豪光型男日誌，自然植入服飾搭配，並加設中英文字幕吸引旅客及學生群體。會員深度營運，推行1:1消費積分制，可兌換代金券或造型服務，升級微信群功能，每週開設主理人穿搭直播間，以積分競拍專屬諮詢，強化互動。可以結合以下策略：遊戲化行銷，配搭時尚探索者去到潮流搭配師晉級任務，完成社交分享或推薦即可解鎖限量單品，刺激參與感。跨平台合作，加入中銀優惠商戶或澳門高等平台活動，借勢大流量曝光。儲值增值計劃推出週末儲值贈送配件優惠，既提升客戶留存量，亦都可以加速現金流周轉。關鍵在簡化流程與增強信任，優化購物系統。微商城新增3維尺碼資料庫及場景配搭套餐，實現快速下單。未來可接入中銀線上支付，提升便利性。社交挑戰賽舉行48小時穿搭極限賽，按互動量獎勵年度穿搭基金，配搭中銀消費券引流。真實評價專區，微商城設置實穿評價，由相熟客戶分享反饋，降低決策猶豫。